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這一次我想和大家探討一件事。如果你已經步入60、70歲的年紀，如果還能做到這5件事，你就是妥妥的人生贏家。70歲做人生贏家，把這兩個詞擺在一起，你腦海裏第一下浮現的是不是手上有幾層樓收租，銀行的定期存款有幾個零，還是兒子女兒個個名牌大學畢業，事業有成？大家先別急住反駁，你聽我慢慢講完。我告訴你，這些世俗眼中的標準一樣都不是。這個時刻，屏幕另一邊可能就只有你一個人，家裏的電視機開住，播住什麼節目，你根本沒在意。其實你不是真的想看，你想要的只是空蕩蕩的屋子，裏能有點人聲，一個人吃飯，桌上的飯菜可能早就涼了。我懂，因為我也是過來人。我不想和大家講什麼虛無縹緲的大道理，我只想以一個長者的身份和大家聊聊心底話。我們這代人，無論是留在香港獅子山下打拼，還是早年移民到了溫哥華、多倫多、悉尼、倫敦，大半生都在勞碌。我們習慣了用物質去衡量成功，但去到我們這個歲數，究竟還做不做得到那5件事，就決定了你是否已經是贏家。這不是你以為的那5件事，我講的是另外5件。很多人就算家財萬貫，也未必做得到。大家不妨深思一下，從易經的角度來看，萬物皆有定數，陰陽交替，盛極必衰。我們年輕時追求的陽是外在的擴張，是財富的積累。到了晚年，我們應該回歸陰，是內在的修煉，是心靈的自洽。如果到了70歲，還在用30歲的標準來要求自己，那你注定會活得很痛苦。你聽起來可能不信，接下來我會慢慢講2個真人真事給大家聽，透過他們的人生軌跡，也許你能看到自己的影子，也能找到破局的答案。我講第一個故事，他姓郭，我叫他做老郭，今年73歲，住在香港北角，以前在大型船務公司做高級文員，一路做到退休。他們那代人精明能幹，2個兒子，一個在溫哥華做工程師，一個在悉尼開診所。老郭自己住的房子早就供完了，強積金加上大半生的積蓄，穩穩當當有300多萬。大家評評理，這是不是人人眼中羨慕的贏家？我和他是在茶樓認識的，頭一次見面，他坐在我隔壁着，自己一個人叫了一盅普洱，1籠蝦餃，坐在那裏足足2個小時，蝦餃還剩2件，早就涼透了。我見他一直望在門口，望了很久，後來熟了，才知道他天天都是這樣度日。我和他聊得多了，才慢慢了解他的事。他太太3年前走了，他太太在生前每天早上都會煮碗麵給他吃，晚上會煲好老火湯等他。現在屋子裏靜得可怕，他說他有時會自己跟自己說話，講了2句，才猛然記起家裏只剩下他一個。他說年輕嘅時候，他總嫌老婆煩，天天在耳邊嘮叨，到現在沒了喇叭聲音，他才知道原來喇叭聲音那麼珍貴。他2個兒子逢年過節會匯錢回來，他和我算過，大兒子去年給了他8萬塊，說讓他隨便花。他苦笑着說，我花來做什麼？我一個人吃得再好也吃不了多少，我要的根本不是錢。他講到這裏停頓了一下，沒有繼續說下去。但我知道他想說什麼，他想要的是身邊有個人坐在他隔壁，陪他吃頓熱乎乎的飯。有一陣子，他兒子出於好心，幫他在附近的老人中心報了名，叫他去玩一下，認識些新朋友。他去了一次，就再也沒去過。我問他為什麼，他說一進去，那班人圍在一起玩天狗，我呆呆地站在那裏，不知道該插哪裏的話。他們有他們幾十年的老友，我是個外人，我坐了1個多小時就自己走出來了。他講這段經歷的時候，我心裏很明白，他不是沒有地方去，他是去到哪裏都覺得自己是多餘的那個人。有次我問他，郭生，你2個兒子這麼有出息，你應該很開心才是。他笑了一下，那個笑容非常牽強。他對我說，老兄，你以為我開心？我跟你講句真心話，我每天早上6點多就醒了卻不知道
起床要做什麼？就這樣望着天花板，等天亮，等到天亮了，又不知道做什麼好。我最盼望的是晚上，因為天黑了，我就可以告訴自己，這一天又熬過去了。我聽到這句話，心裏猛地一沉。一個手握300多萬現金、有車有樓的人，他最大的願望竟然是日子快點過去。我問他：那你平時不出門的嗎？他說：出來做什麼？以前那班同事死的死，病的病，搬的搬。我手機通訊錄裏有50多個名字，現在咁打過去的只剩下3個，出去吃頓飯都沒人陪，還不如留在家裏。我又問：那你2個兒子呢？他立刻精神了，坐直了身子。我跟他們有視像通話的，天天都聊。我小兒子上個禮拜說買了層樓，我立刻跟他說：你不要亂花錢，你那層樓買貴了，那個區的地段不行的。他越講越大聲，講到最後自己也停了下來。我問：那你兒子怎麼說？他安靜了一陣才說：他說爸爸，這些事你不用管了，我心裏有數。我心裏想，你隔着一個太平洋，隔着半個地球，你還要管他？那層樓買得貴還是便宜？你管得越多，他只會越不想接你的電話。從義理上看，這叫亢龍有悔。凡事做得太盡，手伸得太長，必然招致反彈。這是一種深重的執念。魯國臨走前對我說：老兄，我這輩子樣樣都贏，讀書贏，賺錢又贏，為什麼去到現在我會輸得這麼慘？這個問題他問得我無言以對。他明明什麼都有，為什麼他自己覺得他輸了？故事講到這裏，我們停下來想一想，魯國的問題不是他沒有錢，而是他什麼都做不到。你看他腿腳還利索嗎？利索，但他不肯自己出門，整天把自己關在家裏。懂得放下兒子嗎？不懂，隔着半個地球都要去干涉兒子的生活。有沒有幾個能交心的老友？他說只剩3個，但這3個他1年都不約一次。我年輕的時候也想錯過，我以為做人最要緊的是贏，是爬到多高的位置，是房子有多大。我工作那些年，天天加班趕進度，以為熬多幾年退休了就好。誰知道真的退休了，我才發現我除了工作什麼都不懂。我不懂怎麼和人聊天，我不懂自己一個人該怎麼過日子。我連去茶樓坐着都覺得渾身不自在，坐不住。我有個老友生前跟我講過一句話，他說：你時至今日的本事不在於你做到了多少事，而在於你停下來的時候手裏還剩下些什麼。我那時候不明白，現在徹徹底底地明白了。魯國工作的時候什麼都贏，一停下來才發現自己手裏什麼都捉不住，朋友捉不住，子女捉不住，連自己一天該怎麼過都執不住，這才是真正的輸。但是故事講到這裏才真正開始，因為我接下來要講的這個人，他和魯國剛剛相反。他沒有錢，沒有子女在身邊，老伴也走了，他手上嘅籌碼比魯國少了一大截。但是他是我見過最像贏家的一個人。你以為我是想勸大家看開點，知足常樂？沒這麼簡單。等我講完這第2個故事。她是一個女人，我叫她珍姐，76歲，住在深水埗一個老舊的公共屋邨，自己一個人生活。她丈夫6年前走了，女兒嫁去了英國曼徹斯特。她以前在街市工作，賣魚賣了整整30年。她沒什麼積蓄，強積金那一筆錢加上政府的津貼，剛剛夠日常開銷。論財富，珍姐輸魯國一大截。但你看到她這個人，你絕對不會覺得她輸。她跟我說，她的魚檔在深水埗街市開了30年，每天早上4點多起床，下檔殺魚，一直賣到下午。一雙手天天泡在冰水裏，10根手指到現在還是彎曲的，伸不直。她笑着攤開雙手給我看，你看這雙手養大我女兒，她嫁去英國讀到碩士，全靠這雙手一刀一刀殺魚換回來的。我和珍姐也是在茶樓認識的，她每個星期3都會自己一個人下來飲茶，她不會等別人陪。她跟我說，我年輕賣魚的時候5點多就起床，哪有時間享受？現在退休了，我當然要好好享受回來。
一宗兩件是我獎勵自己的。珍姐懂得用手機打視像電話，是她女兒教她的。她跟我說，起初她怎麼都學不會，按來按去都按錯。女兒在電話那頭煩躁地罵她。她說，我70多歲的人被一個年輕人罵到臉都紅了，但我想我不學，我就一輩子都見不到我孫子的模樣，所以我硬着頭皮學，學了整整2個禮拜，我才按得對。現在他天天都跟孫子視像，看着孫子長大。我問他，女兒在那麼遠的地方，你不掛念她嗎？他說，怎麼會不掛念？頭那2年，我晚上經常哭。我女兒剛走的時候，我有時煮多了飯菜，會突然走到牆角發呆，但哭有什麼用？有一天我想通了，我女兒在那邊有房子、有工作、有家庭，她過得很好。我在這裏天天哭，她在那邊知道了會擔心、會內疚。我的眼淚變成了她的包袱。我想我不能這樣，女兒有她自己的日子，她在那邊過得好，就是對我最好。我不能像條繩子一樣綁住她，我放得她走，她才飛得起。我又問，那你一個人悶不悶？她笑住說，怎麼會悶？我有幾個老友都是屋村的街坊，我們說好了，誰不舒服立刻打給對方。上個月我半夜肚子痛，我打給樓下的蓮姐，她立刻下來陪我入院。那晚是蓮姐陪我在急症室一直坐到天亮，她還幫我買了早餐，看着我打完針才回去。我們兩個都70幾歲，坐在急症室那些硬膠椅子上。我跟她說，阿蓮，不好意思，半夜3更吵醒你。她罵我，你說這些就見外了，下次換我不舒服，我也打給你的。這種街坊，這種老本是去到這個年紀才積攢下來的。珍姐的一天過得很簡單，但非常充實。她早上起床澆花，她露台種了幾盆植物，有薄荷，有蔥，有一棵辣椒。她摘些蔥放進麵裏，是自己種的。她說，看着這些植物從一粒種子長到可以摘下來吃，她就覺得日子有盼頭。下午她下樓和街坊聊天，或者去圖書館看報紙。她說她還看得懂報紙上的字，她懂得用手機看孫子。她覺得她沒有被這個世界拋棄。珍姐說過一句話，我記到現在。她說，老兄，我這輩子沒贏過多少，賣魚的能有什麼大出息？但是去到時至今日，我早上起床，我知道我今天想做什麼。我下街飲茶，有人跟我聊天，我晚上睡得着。我覺得我夠了，夠了。這2個字，魯國拿着300多萬都講不出，珍姐一個賣魚的講得出。故事講到這裏，大家應該開始明白我所說的5件事究竟是什麼了。這5件事不是外在的財富積累，而是內在磁場的自我修復。頭一件是你還能走動，而且你還肯自己出門，不要小看這一點。很多人的雙腿明明還能走，但他就是不肯走。一旦不肯踏出家門，世界就會縮小到只剩下4面牆。留在家裏久了，你會越來越怕見人，越來越不懂得怎麼和人交流，然後就越來越不想出門。這是一個無解的死結。珍姐星期3會自己下茶樓，老郭卻天天把自己關在家裏。分別就在這裏，走出家門這一步是5件事裏面最容易做，卻又最多人做不到的一件。易經觀卦講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這裏的行就是行動，就是保持生命的流動性。水流動才不會發臭，人走動才能接通天地的生氣。再來第2件是你還學得進新東西。這世界變化太快了，去茶餐廳點餐要掃2維碼，銀行的櫃位一間間關閉，看醫生要上網預約。這些改變逼得我們這代人非常難受。我十分明白那種難受，感覺好像整個世界都不再為我們而設。但你肯不肯多學一樣？珍姐70幾歲，被女兒罵到臉紅，學足2個禮拜，都硬着頭皮學會了視像通話，只為了見孫子一面。你不需要學得多精通，只要你此刻多學會一樣，你的世界就大了一寸。肯學習的人，世界是不會拋棄他的。這在義理中稱為變通。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抗拒變化就是抗拒生機。第3件事最難，
是你還放得下。老國隔着半個地球都要去管兒子買樓，是不是買貴了？珍姐卻放手讓女兒去飛。她說：我放得她走，她才飛得起。我們做父母的往往有一種執念，覺得不去管就是不疼愛。錯了，你越管，孩子走得越遠，你的手捉得越緊，沙子流失得越快，最後什麼都捉不住。這個道理年輕嘅時候沒人懂，非要到老了才慢慢參透。放得下子女，放得下過往的恩怨，放得下你年輕時那些不甘心，你的心頭才能真正鬆下來。放下不是放棄，而是一種最高級的成全。跟住的第4件事是講人。你身邊還有幾個聊得來又肯聽你講真話的老友？不用多，2、3個就足夠了。珍姐半夜肚子痛，有蓮姐下來陪她入院，一直坐到天亮。大家試住想一想，如果你現在半夜不舒服，你第一個能打給誰？如果你腦海裏能立刻浮現出一個名字，那你已經非常富有啦。這種知心人能有一個，已經是莫大的福氣。人生到了下半場，拼的不是人脈，而是人情。至於數到最後的那一件，是你還懂得疼愛自己，不需要等別人來疼你。珍姐叫的那盅茶，那2件點心，她說那是給回自己的獎勵。我們這代人一輩子為家庭、為子女付出，總是習慣把自己的需求擺在最後面，到了老了才需要重新學習怎麼對自己好。一個人也要好好吃頓飯，病了懂得自己去看醫生，累了懂得停下來休息，這絕對不是小事。你肯對自己好，就代表你還把自己當成一個活生生的人，而不是一件用舊了就被扔在一邊的物件。這5件事，大家在心裏暗自數一數，你做到了幾件？能做到3件，你已經比很多人都要強。做到5件，我敢肯定地說，你就是真正的人生贏家，根本不需要理會你的銀行戶口有多少個零。你再回想一下老國和珍姐，老國有300多萬，但這5件事他一件都做不到。珍姐雖然沒什麼錢，但這5件他件件都做得妥妥當當。所以我才告訴大家，人生贏不贏和你戶口裏的數字真的是兩碼事。我為什麼敢說得這麼肯定？我給大家講一個易經裏的卦象。易經裏有一個卦叫做占卦，信則有，不信就當聽老人家聊聊天。占卦講的是一隻鴻雁，也就是大雁，如何一步一步地飛翔。它由水邊飛到石頭上，再飛到陸地，飛到樹上，最後飛到山頭。它飛得很慢，一程一程地來，但它一直都在向前，從來不退縮。古人有句話叫鴻漸於陸，其羽可用為儀，意思是這隻大雁飛到了高地，它身上的羽毛漂亮到可以拿來做國家禮儀的裝飾品。這意味住就算飛到了老，它一樣有它的美麗，有它的價值。古人講這隻大雁不是講給年輕人聽的，而是講給我們這些飛了大半輩子的人聽的。我們到了60、70歲，就像那隻大雁，我們飛得慢了，不像年輕時那麼急躁，但慢絕對不等於差。大雁慢慢飛，卻能飛得最遠。我們慢慢來，只要每一刻都能做到那5件事，我們就一直都在向前，從來沒有退步過。所以我經常對自己默念4個字：漸而不退。漸就是慢慢來，一程一程，不着急，不退就是。只要我此刻還做得到那5件事，我就沒有退步過。慢從來不是輸，停下來才是真正的輸。講到這裏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經歷。我老伴走了4年了，他剛走的時候，我才知道原來一個人煮飯是這麼難熬的一件事。我不是不懂得煮，我懂，問題是我怎麼煮都習慣性地煮成2個人的分量。我經常煮多了，自己一個人吃不完，看着那鍋東西，我一點胃口都沒有。我老伴生前煮菜有個習慣，他知道我喜歡吃淡水魚，他蒸魚一定會刻意蒸多2分鐘。他知道我牙口不好，他走了之後，我自己蒸魚，蒸到剛剛熟，我就吃不慣。我有時故意蒸過火，吃下一口魚，我才猛然記起，原來這幾10年來，一直有一個人天天記掛着我，牙口不好。我女兒
在多倫多。他出國的時候跟我說：爸爸，我在那邊安頓好，就接你過去。我點頭說好，但我心裏很清楚，我不會去的。我去到那邊，言語不通，出門都要人陪着，我會覺得像坐牢一樣。我寧願留在香港，留在這條我熟悉的街道，留在這間我吃慣了的茶樓。我老伴剛走的那半年，我和老哥一模一樣。我早上起床，望着天花板，等天黑。我的通訊錄裏有幾十個名字，去世的去世，我都捨不得刪除。我晚上翻開通訊錄，一個一個名字地看，看着看着就天亮了。我的通訊錄裏有個名字是我弟弟，他前年走了，我沒有刪除他的號碼。有時夜深人靜，我會點進去，看着他的號碼發來，但我沒有按撥出，打給誰呢？那頭早就沒人聽了，但我留着他，就好像他還在一樣。我想你們一定明白我在說什麼。我們這個歲數，通訊錄裏記下的不單單是一串數字，而是你認識了大半生的人。總滅點是在哪天呢？我記得很清楚，那是一個秋天的清晨，我站在露台，看見天上有一行大雁排住隊向南飛，它們飛得不快，但一隻跟着一隻，非常整齊，一路向前。我站在那裏望了很久，一直望到它們飛出視線。那一刻，我心裏有個聲音對我說：你看那些雁，它們飛了那麼遠，都還沒停，你為什麼要停下來？那日我換了衣服下樓，走去了茶樓，我自己一個人叫了一盅普洱，一籠燒賣。我已經很久沒試過自己一個人出來飲茶了。坐在那裏，我才發現原來茶樓是這麼熱鬧，原來隔壁桌的茶客會對你點頭微笑。我和隔壁的阿伯聊了兩句，聊聊報紙上的新聞，聊聊哪裏的蝦餃好吃，就這麼簡單的兩句話，我一整個禮拜都因為這點人氣而感到開心。我開始主動約以前的老友出來飲茶，不等他們約我，我主動打過去。我有幾個老友，現在一個禮拜見2次面，下2盤棋，聊聊誰又進了醫院，聊聊誰的孫子又出生了。我也學會了，即使是一個人，也要好好煮頓飯給自己吃，蒸一條魚，蒸到自己覺得合適的火候。我沒有變，有錢，我女兒一樣在遙遠的多倫多，我老伴一樣不會回來。我手上的東西一件都沒有多出來，但是那5件事我一件一件地重新做到了。我這才明白，原來我根本沒有輸過。我曾以為我輸了，是因為我只盯着我失去的東西。當我回頭看看我還擁有的，我才發現我生命的底氣樣樣都還在。說了這麼多，我給幾樣你這晚就可以做得到的事。這晚你打開你的手機通訊錄，我知道裡面有些名字你已經很久沒聯繫啦。你怕打過去，人家不記得你，或者覺得你在打擾他們，你挑一個就一個，你打給他，不需要談什麼國家大事，你只需要講一句有空出來飲餐茶。講完這句，你這晚就已經贏了一件事。如果你兒子、女兒在遙遠的海外，這晚你和他們視像通話，但我提醒你一件事，你只管聽，不要給意見。他買樓也好，換工作也好，他和你講，你聽着回應一聲好就行了。你管得越多，他越不想和你聊；你聽得越多，他越願意和你分享。到了下個清晨，你試住自己一個人下樓去飲茶，叫一盅你喜歡的茶，點2件你喜歡的點心，不需要等任何人陪。你坐在那裏慢慢享受，看看隔壁桌有人和你對上眼神，你就點個頭笑一笑。這餐茶是你請你自己的，你辛苦了大半輩子，現在是時候對自己好一點了。還有家裏有一樣東西，我希望你把它找出來。我不是叫你丟掉它，我是想你把它找出來。可能是一張舊照片，可能是你年輕時喜歡做，現在卻放下很久的一件事，可能是你以前喜歡寫的毛筆字，可能是你以前喜歡唱的幾句戲曲。找出來，擺在你每天都看得到的地方，它會提醒你，你的日子不是只用來等天黑的。這幾件事沒有一件是需要花大錢的，但做得到的人和做不到的人過的絕對是截然不同的晚年。我們說回開頭，那部電視機為什麼經常開住？你想要的是屋子裏有人聲，而
現在我想告訴大家，那把人聲可以不是電視機發出來的，它可以是你下一次去茶樓隔壁着茶客和你點頭寒暄的聲音，又或者是你這晚打電話過去，電話那頭老朋友的一聲爽朗大笑。你沒有輸，你由頭到尾都沒有輸過。講到這裏，我想總結一句，你還能行，還能走。70歲是不是贏家，不在於你擁有多少財富，而在於你此時此刻還做不做得到那幾件事。如果你也是一個孩子在遠方，家裏變得冷清的人，如果你也正在過住自己一個人吃飯的日子，那麼你能在這裏聽我聊聊天，就來對地方了。這番話就是專門說給你們聽的。好了，和大家聊了這麼多，最後我再給大家畫幾個重點，大家千萬要把這幾句話放在心上。第一，走出家門，保持恒健；第二，接受新事物，保持常新；第三，放下對子女的控制欲；第四，維繫幾個能說真話的老友；第五，好好疼愛自己。各位朋友，我們常說福人居福地，最好的風水始終是人心。學習易經的智慧，從來不是為了迷信，而是為了明理，為了讓我們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能自洽。分享智慧本身就是在布施。如果你把這個視頻轉發給身邊的親人朋友，讓他們避開了一個晚年人生的雷區，或者在低谷孤獨時得到了一絲啟發，這便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你的每一次善意分享，都在為你自己累積無形的福報，這就是最好的聚氣改運之法。如果這一次的分享能給你帶來哪怕一點點的啟發，希望大家能給我們的頻道點個讚並訂閱關注，也歡迎各位朋友在評論區留下你們的感悟，或者簡單地打出戰而不退這4個字，讓我們共同在這個頻道裏凝聚正向的磁場。漸事慢慢來，不着急，一步一腳印，不退。是只要你還做得到那幾件事，你就一天都沒有退步過。你打出這4個字是打給自己看的，慢從來不是輸，你只要還在向前，你每一刻都是贏家。我們下期再會。